孩子克父母该如何念经？如果孩子和父母已经不住在一起，还需要念经吗？如果需要的话，该怎么样念呢？我首先问你，你感觉到孩子跟你有克，那么说明你已经感觉到了。虽然不住在一起，气场照样影响。我问你，难道你恨单位里的人，单位里人跟你住在一起吗？对不对呀？对。但是你回到家，你照样很恨他。对不对呀？是的。是不是远距离照样会造成伤害啊？对。讲起他就不开心，想起他就恨，这是不是没有见面照样有冤结呀？对。那么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。就是孩子不跟你住在一起，你也要念解结咒，帮他化解冤结。感恩台长。